另外仲會欣賞到葡國嘅土風舞表演添。晚上10點半咧有靚太唔易做第3輯喎。係啊。哦，OK。蓮娜竟然對住老公講大話喎，點解？因為佢睇中咗嗰位靚仔廚師啊嘛。咁究竟蓮娜會唔會做出越軌嘅事呢？ Try to hurry. I will. I love you. Bye. I'm sorry. I know. Not a horrible person. I just chose ravioli. 靚太唔易做咧，故事充滿幽默感。不過如果講到搞笑嘅話，咁梗係周星馳嘅電影搞笑啲啦。今晚11點7咧會播映《逃學威龍2》嘅喎。故事講星爺飾演嘅飛虎隊隊員上次扮學生查案非常之成功，但係結果咧竟然俾人燉冬菇喎。今次佢知道有間學校咧將會有大事發生啦，於是佢會再扮多次學生去調查真相嘅。做咩？而家有一批火力好強勁嘅恐怖分子挾持住一班人質，我想請佢即刻派一隊 SDU 去救佢哋。聽晚咧，我哋會有部電影首播，就係楊千嬅同任賢齊主演嘅愛情電影《天生一對》啦。故事同一般嘅愛情喜劇係唔同嘅喎，好值得大家留意嘅。楊千嬅飾演嘅單身貴族，竟然同任賢齊飾演嘅醫生企咗成晚喎，係真係 one night stand 啦。醫生竟然發現女強人患咗個乳癌，楊千嬅好驚，揾咗各種隱世嘅醫術都唔肯去做手術。究竟飾演醫生嘅任賢齊點樣可以幫到佢呢？佢喺度一陣間嚟啊！冇聲出啊！凌晨時分，我哋會為大家直播一場意大利甲組聯賽。凌晨嘅2點25分，直播意大利甲組聯賽，國際米蘭對博洛尼亞。國際米蘭呢，上次咧就輸咗俾 AC 米蘭腳下喎，球員嘅士氣難免會有一定影響㗎啦。聖班馬博洛尼亞早前打敗過 AC 米蘭，照推理佢哋應該有能力同國際米蘭一較高下嘅。博洛尼亞打得贏 AC 米蘭，又係咪可以贏到國際米蘭呢？咁大家要睇過先知啦。任何建築或裝修工